威馬迷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Ken。聽日搏殺場次就搞第三場5班1200米比較亂局嘅場次，再有搏殺場次。間睇上次走勢非常之好嘅電路10號，今次揾阿潘頓佢其實熱到4.5度贏，不過加上3.0位置，聽日應該個位置呢就會繼續落跌嘅。咁啊，次熱竟然去到上次跑泥地第4嘅連心星，亦都係有飛喎，5.9到1.6位置。另外有成3隻嘅半熱，有成5隻10倍，令我哋冷門啦。咁證明呢場馬咧非常之均勢。咁有隻冷門，我覺得可能大家睇少咗佢，即係我唔明點解咁冷。不過呢個冷門咧，今季都有好表現過。我呢隻馬，我覺得大家可以推介俾大家嘅。咁一陣再同大家講邊一隻啦。好啦，咁就禮拜三就中晒3隻啦吓。咁嗰場就揀呢個嘅跑得好快做膽，拖呢個北地烈馬同呢個的愛好。咁啊，飛雲就爭少少咧，跑嚟第4或4甲全中。咁就3甲全中，大家如果有用買 T 嘅話咧，亦都係中3100蚊。咁希望嗰日可以繼續同大家保持到再接再厲啦。好啦，咁又聽日咧，亦都係騎師王練馬師，話一陣再同大家講。不過有個咧係20零倍，我覺得其實聽日都有啲機會噶。咁佢手馬都幾惡下。咁啊，到底邊一位20幾倍嘅練馬師得買咧？咁啊，後邊再同大家介紹。好啦，咁啊，聽日4連環4重彩孖 T 都有多部，所以孖 T 嚟講咧，大家可以試下買多啲，即係例如1蚊注100蚊，其實1打5腳都幾值得買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試下咁樣買法。咁啊，呢個孖 T 嘅多部咧，就喺呢個第8同第9場。咁啊，第8場就簡單啦吓，即係9隻馬跑。咁有問題在於手機標靶咪穩膽嘅啫，但係球星咧，大家可能要諗清楚少少啦。咁不過快靚王就理論上一定喺度。我拖邊5隻，咁大家自己快去諗下啦。好啦，咁就先講呢個搏殺場次先。好啦，咁啊呢一場馬咧，你有俾寫貼士大家。咁啊一熱2隻半熱同埋1隻嘅冷門。好，咁啊第一隻熱門咧，其實我都會中意翻5號嘅電腦10號。電腦10號其實上一次個偷位就非常之靚啊，田泰安騎嘅，但係今次竟然換咗潘頓。不過田泰安上次係點跑咧？好啦，咁因為好被動嘅，因為呢隻馬都喺後邊，大家可能哇咁都睇唔睇到咧？呢個啡帽黃啡31隻馬，我亦都直路冇抽出大外檔咁走，咁啊入咗去入邊，但係入邊個位咧，其實都有條跑線可以挨到出嚟。田泰安順勢而為啦，咁出前面嘅馬其實都唔多噶啦，咁始終啲馬都係弱咗。咁入邊全神貫注，入邊偷到贏咗，不過外邊嘅電腦10號其實衝勢非常之犀利，即係如果可能跑多即係10位嘅話咧，分鐘過埋。全神貫注係有繼續對嘅，但係今次全神貫注咧，竟然冷到16倍3.9位置喎。因為可能呢隻馬咧贏完之後，再上一次就冇乜表現，因為加分可能要加好多嘅磅，所以今次又冷好多。反而電腦10號休息咗成個幾月，應該合意安排嘅。12號4月13號先出翻嚟，休息成40幾日，就咁樣翻嚟更加之好。好明顯就係聽日想攻堅呢一仗，所以聽日大家電腦10號，我覺得可以試下買 win 兩腳都得嘅。同埋配士當然啦，聽日有3倍係值得買，不過我應該都唔會噶啦。好，咁就連心星有冇揀到？連心星係佢最勁，就跑泥地1200嘅。咁啊，上次阿黃志宏騎都算係幾唔錯，一放翻嚟，但好可惜，最後得個第4。咁啊，輸俾隻南區王。咁南區王咧，今場就都有跑，不過今次咧就跑呢個草地，完全就唔一樣啦。咁又連心星唔知點解會熱到咁，即係呢隻馬家陣都仲未開齋，只一個 pace 啫。換阿布文，所以但布文同呢隻馬騎過都
輸10個幾馬位喎，唔明啲人諗啲乜嘢啦。佢沙田1,200就跑一次，輸7個馬位咁樣，喂，邊個咁有信心咧？係買到5點幾倍咧？但係呢啲飛個聽日會突然間回翻好多，所以我覺得連心星都係唔係好穩嘅。咁我唔明點解熱到咁啦，所以今場先放咗佢先。半夜我想揀咧就係加州代表，輸一隻馬就係最低分嘅馬啦，得個17分。不過家陣去到呢一個分位，而且可以好輕磅。上次因為1,200泥地咧非常之難跑，咁一定係縮喺後邊再爆一段，又翻到嚟都係力追不及。咁而且抽中12檔都係難檔嚟嘅。再睇翻前一仗跑谷草，佢係跑沙田1,400 13檔出邊都可以衝翻個第3，證明呢隻馬咧後勁都係幾凌厲下嘅，即係都係有鬥心，唔係話完全即係等淘汰嘅馬。咁啊，今次就話中翼禮啦，可以減翻3磅、2磅，而且抽中靚檔2檔，最緊要係唔好留咁後啦，即係可以擺翻場前少少，前少少。咁呢隻馬係可以有少少前速嘅，咁啊最前之前都可以挨到第即係4455嘅位置。咁啊唔好再即係擺咁後咩42啊，真係冇。所以如果聽日可以跟翻前少少呢隻馬，你應該就會好表現俾大家睇嘅。所以加州代表大家都不容忽視。我覺得都可以試下，都係買 pace 啦能夠都係 OK 嘅。好咁啊，兩隻半熱都唔揀啦，智旺財。智旺財上次都算係不俗跑谷草1,200，咁啊俾人挨咗出去，我翻到嚟得個第7。第一隻馬就係有點而飄忽嘅，即係有時又跑得好，有時又影都冇，即係曾經輸20個馬位都可以嘅。咁又近排嗰個表現叫做保持翻，即係又唔算話跑得太差。除咗班特禮嗰場贏，即係輸個鼻之後咧，其實只有嗰2仗，即係387場次諗住佢攻堅，點知影都冇，可以跑到即係跑10隻都有嘅。就係潘頓冇乜點騎錯，冇明顯隻馬嘅心態問題。咁啲馬都係比較飄忽，即係你唔知邊場得邊場唔得。咁啊，今次我都係想放咗佢先啦。咁另外就係前鋒冇揀到，前鋒一隻谷草好唔錯嘅馬，但係沙田1,200我覺得幾一般。雖然今季曾經跑過第5翻嚟，但係佢主要部署都係喺谷草1,200。我上一次就差啲可以偷到噶啦，佢都唔錯啦，叫我加咗佢4分、20分。如果再跑個第2，有機會救翻。呢啲馬我覺得主要都係部署喺谷草，即係我覺得沙田1,200都係對佢嚟講都窄少少。咁所以我今場咧都係放咗佢先啦。咁去到半冷門就係想揀呢個2號嘅焦點，焦點都係一隻實力馬，但係唔知點解依家減狂減到5班先贏到。我睇翻佢上一次3年1,600又唔算話太差嘅，講真都咁啊中游位置等位，咁啊翻嚟得個第6，咁又有少少際遇嘅。即係唔係又太好啦吓，咁啊2月16到4月13日2個月，咁啊尤達應該咧喺呢2個月俾隻馬咧做一個中期嘅休息，俾佢再可能去到季尾再撻翻着。咁啊呢啲馬65分落嚟，依家嘅5班，其實我覺得應該係有反彈位嘅，即係唔止咁簡單，即係依家贏一場啫。我覺得呢一季可能焦點係可以贏第2場嘅。咁今季試個啱啱啦吓。呢個從化1,200嚟，刻意走蝕位，仲第3亦都幾唔錯，即係慢慢 pick up 翻佢嘅狀態。我覺得呢個2個月嘅休息其實對隻馬嚟講都係幾 OK 嘅。咁聽日復宏星就騎啦，11檔係難少少啦。不過勝咗呢隻馬咧，至少夠班底即係由3班插咗嚟5班，點都要。雖然係蝕錢，但係你即係點都要俾翻啲錢馬住嘅。有啲好啦，咁我聽日對住呢啲咁嘅渣嘢，我覺得都可以升先少少嘅。咁啊，獨贏買位置諗腳都 OK 嘅焦點。可能另外啲半冷都唔揀啦。不力飛彈，雖然1磅，但係上次嘅走勢確實係有啲失望。95倍，哇，影都冇跑11。咁呢啲馬係想去放分嘅。
但係你要佢咁快又 pick up 翻咧，其實係確實有啲難度。咁當然啦，依家取消咗5班制，鄭俊偉都係揾呢啲馬即係去食糊噶啦，可能要 pick up 翻再減翻少少分先，然後再谷，所以今台都冇咁快得住先嘅呢啲馬就，我第日再諗啦。全神貫注又交代咗啦，今季咁呢啲馬亦都可以長玩嘅，即係每季贏一場咁樣，就唔會話去到淘汰。我上一次都睇到啦，雖然3.9倍大熱，但係其實都睇到隻馬咧加咗分之後個壓力係大咗啲嘅，所以要放翻少少分，然後再谷都冇問題。咁啊，今場先放啦。南區旺都係已經贏咗馬啦，贏2有1/4馬位添，跑呢個1200泥地，咁啊翻到嚟谷草，咪翻嚟沙田1200竟然冷到咁，間冷到17倍4.2位置，確實係有啲誇張嘅。咁啊，而且艾少打去騎係難，即係佢爛檔，但係都未至於佢咁冷啊。所以可能呢啲馬咧都係諗住翻去泥地先至咧，先再谷噶啦。咁啊，呢啲都唔揀啦。萬事咧都冇揀到，因為馬其實上次都跑得幾唔錯噶啦，喺入邊喺條欄嗰度，但係可惜毛顯東嘅功力咧殺唔起呢隻馬。即係如果揾個大師傅嚟講咧，分鐘唔會得第，即係可能3甲都有嘅。喂，啲馬夠唔知點解夠揾阿毛顯東去騎，即係毛顯東又生唔起，我覺得要揾田泰安先有啲機會。咁啊，可能提埋金像啦，俾多次機會阿東仔，我覺得今次都係窄少少噶啦。如果下次換騎師，我再諗。好啦，咁去到冷門又想試下舊嘅可愛新星，真係唔好明點解呢隻馬咁冷，即係依家20倍，但前仗先。即係贏咗呢個沙田1200，咁啊而且後上一段直路鏟晒嚟，咁啊上次可能差啲啦吓，要即係擺到最後邊，然後再上可能唔夠位，即係或者即係可能磅又重咗少少，但係都未至於去到20倍咁冷嘅啫。講真，聽日係8檔又唔算話太差，主要係可以即係跟翻上前少少嘅嗰個表現應該會唔錯嘅。呢啲馬唔係完全冇前速，可以跟翻上居中嘅位置，唔一定話次都要爆一段。咁啊，蔡明少都幾識爆冷嘅騎師嘅。咁啊，上次可能有少少失手啦，今次見到有啲賠率仲唔去咩？即係依家見到20倍到人5.4位置，可能真係大幅落飛。不過呢啲就後話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試下買 pace 冷腳嘅可愛新星。好啦，咁啊，聽日嘅 tips 重複一次啦，就係揾5號嘅電路10號做膽。拖翻2號嘅焦點，呢個嘅9號可愛新星，同埋12號嘅加油代表。買 pace 可以試下2同埋9號，買 win 嚟講咧2同12。買單啲4連環4重彩呢啲揾5號做膽，拖翻另外3隻。2重彩複膽嘅話咧，就揾呢個2、5拖另外3隻。咁啊，中意你初生搏殺組頻道朋友咧，記得咁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對呢場嘅冷門有人唔睇，或者下邊留言可能同大家交流下嘅。我為咗答謝各位馬迷支持，有本基礎投注攻略俾大家睇。有興趣朋友再去影片描述欄連結咧，係免費下載。簡易攻略教育上線有個線上課程，咁啊標題即係個封面啦。加州星球又退咗役啦，咁啊羅曼勇士繼續征戰。嗱，當然啦，呢兩隻真係個人鬥得非常之激烈。咁啊，呢個簡易攻略其實入邊有條簡易制式，令到你買馬更加之暢順。咁就平時跑馬都唔使5分鐘嚟嘅跑到一場，只要一條制式就 OK 啦。佢入邊亦都有啲3T 學嘅一啲嘅數據，話令你買馬更加之簡易。咁啊，呢個公式亦都可以套用喺包括係一啲變化彩池又好，固定彩池、騎師王、練馬師王呢啲完全都係 OK 嘅。所以有興趣朋友都可以我哋影片描述欄嘅連結咧去報名參加。好啦，咁我練馬師王，聽日頂流第二係蘇偉賢，哇，真係誇張3.65倍，聽日係咪真係食咁多隻咧？第二蘇偉賢嘅性格嚟講真係好難，即係通常都係一 win 幾個 pay 咁樣樣，頂籠係2個 win 又一啲 pace，但係我覺得未至於話真係熱到咁樣，我覺得值博率唔太高。咁如果俾我博個嘅話，試下3號嘅伍鵬志，雖然伍鵬志聽日最多係嗰個第8場，
呢一個嘅即係陸續無限個場啦。咁啊，呢場其實都幾混亂下嘅，即係未必話兩隻劍威嗰兩隻食晒，分鐘打戰術嚟講，伍鵬志都有少少嘅機會。當然後邊亦都有包裝明區，都係 OK 嘅。咁如果你話再揀一個，就係我覺得大家都未必可以睇得到有啲機會偷雞嘅葉楚航。最主要係第一場大家真係睇唔透，即係雖然話渾身解數贏緊咁樣，但係啲馬都未跑過，點知咧？咁啊，另外第二隻嘅富國兄弟都係一啲嘅攻堅馬，咁啊中間就海新星華、精業大師輕磅都幾着數下。所以我覺得葉楚航25倍都唔好忽視。去到騎師王，騎師王嚟講，聽日得一個嘅啫。我話唔係潘頓，我寧願搏霍恒星。霍恒星呢手馬確實係犀利，快靚王都嚼緊噶啦，應該8成9成以上。咁啊，前面有咩星象，中間嘅勁沙塵，中間一堆嘅半冷馬，其實我覺得9分可以踩低潘頓嘅。咁啊，潘頓當然啦，聽日好多嘅熱門，但係有可能就係三甲分子比較多，所以我寧願即係以直播率嚟講咧，我覺得霍恒星係比較高少少嘅。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下。咁我聽日 tips 有咁多啦，咁啊祝各位聽日贏多啲，咁啊下次再見，拜拜。